外买啊地档，因为拢是真浅层的地档，花莲关进都有误入，造成花莲市区有2栋大楼是摇甲起去，一栋是富凯饭店，一栋是原本就大红大的几楼统帅大楼，加在内底拢无人。你是特地回来救猫啊？是留什么在里面呢？没有，猫咪吗？一只猫咪吗？对。拜日早起，2个规模6以上的地档，花莲市中山路正秀当中的富凯大饭店煞出去，关节区边的住户等于救鸟啊！富凯大饭店伫0403地档进前就已经咧整修，强烈地档了，业主无回报，是毋是需要结果评估？所以迄时阵无大只红黄单的建筑当中。这栋没有被通报为要去做紧急评估，所以目前它没有被贴单。我家人在楼上这边进得去吗？有，可以进去。拜日透早，2个强烈地档富凯建筑向出去，经销扩大封锁范围，着急的亲人甲消防人员紧急将在床的阿嬷扶上落来，送去网络病去检查。工程人员超过富凯饭店厝差不多12度，无继续倒塌甲厝的状况。目前去调度机具甲更牛，提供了成点图，再搁用更牛甲拆掉咧。然后再搁拆除，安算2礼拜用拆完。到时阵中山路会进行封闭。另外，进前伫0403已经被强烈地档加做红单等待拆除的统水大楼也出去，附近拢经有封锁线。目前会确认大楼内底是不是也有人。本来我们有安排那个，就是每天要再进去1次这样子啊，现在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再进去。统水大楼伫0403地档当中被列为有倒塌的危险，官府排入马上拆除的名单。透大的地档2度受到损毁，现场民众讲原本边啊拆掉的更牛倒去，大楼厝向边啊2楼加做1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